130幾年前，一個正直嘅農村男人，因為得罪權貴遭到追殺，被逼逃離家鄉。但邊個都估唔到，佢一次煮蠔嘅時候唔小心過咗火，竟然意外誕生咗蠔油嘅獨特風味。之後更加成為咗家傳戶曉嘅李錦記品牌。但家族事業成功嘅背後，就暗藏住天災人禍、同行競爭，甚至家族分裂、對簿公堂嘅風波。大家好，我係原子。本集我深入研究咗歷史資料，為你講解李錦記家族嘅百年傳奇。李錦常1868年出生喺清朝末年嘅廣東新會縣七寶，出身農民家庭，自幼喪父，同媽媽相依為命。根據2018年出版嘅書籍《李文達傳：醬料大王的傳奇》，李錦常從小習武，身手敏捷，為人正直，成日喺村中行俠仗義。朱海橋墓誌記載，18歲嘅時候，佢前往縣城參加考試，仲加入軍隊，表現出色。但係返到故鄉之後，佢多次被村中嘅富家子弟欺凌同埋惡意攻擊，被逼離開家鄉，遷往香山縣嘅南水鎮，即係如今嘅珠海市。而當地有另一個講法，指李錦常因為得罪地方權貴，遭到惡人追殺，先至要離開家鄉。初到南水嘅時候，李錦常母子因為出逃闖猝，兩手空空。李錦常作為屋企唯一男丁，為咗生計四處奔波，曾經做過搬運工、樵夫，都幫人養過蠔、捕魚同埋耕田。佢為人豪爽，同南水村民和睦相處，仲同當地人結拜為兄弟，所以決定喺呢個地方安家。喺1-2年之後，勤力節儉嘅李錦常儲咗啲錢，同結拜兄弟喺南水共同經營咗一間茶寮。雖然小茶寮唔起眼，但就成為咗李錦常嘅創業起點。佢同蠔嘅緣分亦係1888年開始。南水當地盛產蠔，佢嘅茶寮亦都順帶賣一啲蠔豉。有一日，佢煮蠔嘅時候，因為唔記得熄火，鍋入邊嘅蠔水由乳白湯汁變成焦黑結汁，飄出濃郁鮮香嘅味道。本來以為糟蹋咗蠔嘅佢，忍唔住試咗一啖，竟然發現味道鮮美無比。媽媽同埋村民試咗之後都讚不絕口，意外燃點咗李錦常嘅創業靈感。佢開始思考點樣將呢種汁液轉化為商品。經過多次試驗，佢揾到理想嘅做法，以50公斤蠔水熬出5公斤嘅精華，加鹽調味過濾雜質之後，就成為咗美味嘅蠔油，仲命名為李錦記，推出市場。自此，李錦常朝早收蠔，夜晚熬蠔油，將蠔油攞到去街頭販賣。呢種獨特嘅風味，好快就為佢帶嚟咗穩定嘅收入，亦都令李錦記蠔油喺南水聲名四起。後嚟佢儲咗啲錢，同嚟自中山嘅有錢人家個女結婚，育有3子3女。自此，佢更加努力養家。但係蠔油嘅成功引嚟咗競爭，南水短時間內冒出10幾間蠔油莊，珠三角商人慕名而嚟採購，市場逐漸擴大，尤其係澳門成為咗主要銷售地點。但係喺行業競爭者眾多嘅情況下，李錦記點樣脫穎而出呢？喺創業初期，李錦記只不過係一個小作坊，產品只係得蠔油一種，但憑住李錦常嘅堅持，只係用新鮮蠔肉同埋優質嘅調味料，製作過程講究衛生，贏得品質最佳嘅口碑。傳記提到，李錦常亦會喺每年過年前將漁民嘅賒賬欠條銷毀，一筆勾銷，唔想債務累及漁民嘅後人。呢份誠信贏得人心，加上優良嘅品質，令李錦記喺亂局之下屹立不倒，奠定咗品質至上、誠信不欺嘅基石。到咗1902年，南水家突然發生大火，李錦常嘅蠔油莊都難逃厄運。李錦常只能夠無奈咁睇住10年嘅心血化為烏有。同老婆深思熟慮之後，佢決定帶全家離開南水，前往澳門。澳門開埠較早，作為葡萄牙殖民地，中西文化交匯，貿易繁榮。而李錦記蠔油莊喺火災發生之前，已經以外銷澳門同埋海外為重心，所以遷移澳門成為咗拓展市場嘅首選。初到澳門，李錦常面臨唔少挑戰，當地蠔產豐富，蠔油行業競爭激烈。佢先喺沙蘭仔街租房，喺呢個地方安頓家人，仲製作蠔油，將成品賣俾雜貨店同埋酒樓。而原料蠔水仍然由南水採購，佢請鄉親代收蠔水，裝入幾十斤一程嘅大缸之後，親自搭渡輪或者小艇攞到去澳門加工。喺1906年，呢個模式初見成效，佢租咗更大嘅下環街9號，生意漸漸興旺。當年澳門營商嘅氣氛遠超過南水，李錦記蠔油銷量大增，淡季仲勝過南水嘅旺季。旺季甚至可能匹敵南水全年收入，證明當初遷移澳門係一個好決定。冇幾耐之後，佢買咗旁邊嘅下環街11號物業，呢個地方係屋企，亦係工作坊。有咗穩定嘅據點之後，李錦常俾仔女投入李錦記事務，
小朋友放學之後幫忙家庭生意，未返學或者唔中意返學嘅就全天候參與。憑住一家人努力，李錦記喺幾年內已經聲譽好好，李家嘅積蓄越嚟越多。書籍提到喺1920年代初，李錦常趁住地產市道低迷，租咗人流旺盛嘅新馬路611號，成為李錦記澳門總店。生意擴張之後，家族分工明確，大仔負責處理店面，二仔負責推廣產品，三仔李少南專職熬製蠔油，仲跟隨爸爸採購蠔水。喺13、14歲嘅時候，三仔李少南主動代勞往返南水買蠔水。當時南水盜賊猖獗，媽媽為佢縫製內袋收藏銀兩。李少南喺路途上扮聾作啞，避開賊人嘅耳目，往返兩地路途艱辛，令李少南一度病倒，令家人擔心。當時正值李錦記業務上升時期，創辦人李錦常將積蓄投資澳門同埋廣州嘅物業，但係1928年，年約60歲嘅佢因病離世，家人悲痛之餘，亦要應對生意營運。當時蠔油已經成為咗澳門名產，內港蠔油莊林立，除咗主要外銷北美華僑市場，亦會供應澳門當地因為賭業而興盛嘅高級食肆。喺爸爸離世之後，李氏三兄弟接手嘅李錦記，面對當地自營養蠔場嘅競爭對手，仍然堅持用南水蠔水，經大鐵鑊慢慢熬出精華，品質出眾，賣出高價。當年李錦記嘅銷售網早已經遍及珠江三角嘅江門、廣州等地，同埋海外舊金山等華僑區。香港嘅中介公司都爭相入貨。根據香港電台節目《香港故事》，當年香港市民嘅月薪只係得10蚊，但買一樽蠔油就要花費1蚊或者8毫子，所以蠔油多數都係酒家專用，並唔係普通人家能夠輕易負擔得到。創辦人李錦常去世嘅同年，家族第二代迎嚟咗新生命。喺1928年，三仔李少南嘅老婆生咗李文達，而呢個男嬰日後成為咗影響家族事業嘅關鍵人物。到咗1932年，李錦記家族第二代因應外銷市場擴張，將重心轉向國際貿易港香港，喺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旗艦店。而呢個決定對李錦記日後發展影響深遠。第三代嘅李文達自幼聰慧，對數字敏感，而且對經商充滿濃厚嘅興趣，但對死板嘅書本提唔起勁，喺課堂上坐唔定。而李文達求學之路並唔暢順，佢喺中小學時期嘅30年代至到40年代，經歷咗日軍入侵中國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直到1945年8月日軍投降，社會先至得到和平。而李文達亦開始對未來有獨特嘅睇法，佢認為書本嘅知識雖然重要，但喺社會中真實嘅歷練先至係真材實學。佢不甘平庸，向父母表明唔想再讀書，決定要闖出一番事業。喺呢個時候，李錦記3房嘅仔女都喺澳門重聚，喺商議之後，決定將香港嘅業務改組成為股份公司。而幾個堂兄因為較年長，早已經喺戰前加入公司，到咗香港做嘢，成為咗主力。李文達嘅爸爸深知道個仔作為第3房嘅後裔，喺家族眾多男性入邊好難出頭，所以亦建議年輕嘅李文達向外闖蕩。喺1946年，年僅17歲嘅李文達同2個同鄉北上廣州，開設咗蠔油坊，利用早年學成嘅熬蠔油技術，親自踩單車將產品送到去酒樓同埋雲吞麵店，身兼生產、管理同埋推銷，展現出出色嘅經營能力，令爸爸刮目相看。但喺廣州業務初見起色嘅時候，國共內戰爆發，令專注喺廣州發展嘅李文達受到牽連。後嚟共產黨南下廣州，李文達奉爸爸嘅要求放棄當地嘅事業，翻返去澳門，繼而創辦達新皮具店。當時皮具生意幾有成績，李文達又開設民生皮具店，成為年輕有為嘅企業家。不過韓戰喺1950年代爆發，美國向中國實施封鎖禁運，而禁運令南水蠔供應中斷，李錦記轉向香港元朗流浮山嘅養蠔戶合作。喺同一時期，李文達意外重逢昔日嘅心儀對象。2個人相戀幾年之後結婚，而李文達新婚之後，仲專登帶老婆到流浮山大元酒家舉辦豪情喜宴，款待蠔業界嘅夥伴。呢次活動既係喜事，亦都顧及未來嘅商務關係。而李氏夫婦喺婚後育有5個仔女，不過喺組織家庭之後冇幾耐，李文達就遭遇人生一大挫折。保險好多人都會買，每個月嗰幾千蚊原來都有得慳啲，小數怕長計，唔同公司嘅保費可以差好多，每年隨時可以慳翻幾千蚊。煲呔顛覆傳統，堅持有人幫冇人 sell 零佣金嘅創新理念。而家用煲呔，每年可以比坊間同類型嘅產品平均平達40%，更可享最長12個月免保費優惠，幫你慳多啲。煲呔自願醫保提供3種保障選擇，性價比高，經濟實惠，而且可享稅務扣減，終生保額高達4000萬。
無論你嘅預算係點，都可以靈活挑選最適合嘅計劃，輕鬆獲得更完善嘅健康保障。而保單生效6個月冇索償記錄，受保人每個月可以獲得保胎 cash， 隨時兌換免費身體檢查服務或者支付超額醫療開支。而家去資訊欄嘅連結可以預約保胎產品 specialist 免費諮詢，佢哋冇 commission 收，唔使驚俾人 sell， 可以幫你解釋唔同計劃或者轉保嘅問題。根據李文達傳《醬料大王的傳奇》，李文達憑住太太嘅疏堂親戚張盛文嘅落力協助，喺短時間內將皮具店生意擴展，業務蒸蒸日上。但佢冇諗到負責打理生意嘅張盛文暗中挪用公款。喺1959年，有員工發現張盛文將收款支票改為自己收款，於是員工即刻向李文達報告。李文達聽到之後默默點頭，未發一語。喺1年之後，張盛文聲稱交還業務，但實質就留低咗一間空殼公司。呢幾年，張盛文利用喺澳門同政府官員建立嘅交際網絡，已經自立門戶，唔再依賴李文達。李文達曾經喺對方落魄嘅時候施以援手，但最後就被對方背叛，令李文達既憤怒又失望，從此對人性嘅信任大減，更加注重識人嘅眼光。而澳門皮革廠嘅終結，促使佢離開當地，重返家族事業李錦記。加入李錦記初期，李文達嘅工作效率極高，但就成日都覺得受到限制。公司喺產品、市場同埋管理上維持傳統嘅保守模式，其他家族成員安於現狀，同渴望大展宏圖嘅佢格格不入。李文達自然係做生意狂，成日因為冇嘢做或者冇辦法主持大局而鬱悶。當時李錦記只係靠住蠔油同埋蝦醬維持收入，仲要依賴掌控北美市場嘅貨物貿易商行金山莊。當時金山莊以1蚊嘅貨賣1個2，既抽客戶佣金，又壓榨廠家利潤。雖然海外市場潛力可觀，但李錦記始終受制於人。李文達覺得好不滿，想擺脫依賴，計劃自建銷售系統，但遭到滿足於小利、唔願意冒險嘅堂兄弟反對。另外，李文達仲建議喺1960年代購置貨倉改善物流，去應對季節嘅需求，但同樣未獲得支持。雖然受到限制，但李文達仍然積極改善公司業績。佢喺60年代親自設計新商標同埋包裝，強化品牌形象。另外，佢喺澳門採取批發策略，向葡京酒樓、顯記餅家等大客戶推銷大罐蠔油，扭轉虧損嘅局面。喺香港，佢同貨物貿易商會嘅成員互動頻繁，成員後嚟組成移年會聯誼組織，李文達亦係成員之一。而佢同移年會其中一個成員萬國殯儀館經理關係友好，佢哋2個人早喺1950年代相識，成日都喺灣仔駱克道殯儀館打麻雀。後嚟李文達從中見到殯儀業嘅商機，亦喺60年代投資棺木生意。不過喺1965年，一次工商處檢查就差啲令李錦記陷入危機。喺韓戰之後，聯合國要求香港出口美國嘅商品都要附上來源證明，原材料唔可以嚟自中國。但李錦記蠔油依賴內地蠔水，檢查人員發現相關嘅收據之後，就停止李錦記出口牌照。李文達急中生智，解釋蠔水係用喺出口加拿大嘅蠔油，而唔係美國，成功化解危機。喺60年代中期，香港同埋澳門因為暴動風波，引發咗政治動盪，加上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嘅影響，投資氣氛低迷。李家大房同埋二房嘅成員認為前景暗淡，萌生係變賣家產移民嘅念頭。但三房嘅李文達堅信港英政權穩定，社會動亂唔會持久，拒絕出售股份。佢嘅爸爸李少南亦都認為家族唔團結難保基業。僵持半年之後，喺1971年7月，三房以分期付款買咗其餘2房嘅股份，經律師簽署之後登報，李錦記首次分家，由李文達出任董事會主席。到咗1972年，美國總統尼克遜歷史性訪問中國，標誌住冷戰時期兩國緊張關係解凍。喺同年4月，中國將一對大熊貓作為國禮送俾美國。熊貓外交破冰唔單止帶嚟政治上嘅互動，亦都為兩國商業合作開闢咗新空間。喺呢一年，李文達敏銳咁抓住中美關係緩和嘅機遇，推動李錦記開拓美國市場，推出熊貓牌蠔油，以大熊貓可愛嘅形象作為品牌商標，仲將原本黃色嘅包裝改為醒目嘅紅色，提升產品喺貨架上嘅辨識度。佢仲針對美國唐人街嘅小商戶，推出靈活嘅先買後付策略，降低小商戶入貨嘅風險。同時，佢帶領團隊研發多元化醬油產品，打破李錦記長期以嚟單一產品格局，滿足美國市場嘅多樣化需求。為咗支撐一系列嘅擴張計劃，李文達積極改善生產基礎設施。佢成功說服地位顯赫嘅嘉道理家族出售地皮，
買入咗黃竹坑地段興建新廠，放棄傳統柴火烹煮嘅方法，改用蒸汽鍋爐，大幅提升生產效率。喺幾年之後，佢再度出手，擊敗咗有海產大王之稱嘅蔡繼友，競投得到田灣地皮。呢一次，佢由美國引進二手機器設備，機械化嘅生產為產品質量同埋產量帶嚟咗穩定增長。到咗80年代，田灣廠除咗生產經典蠔油之外，仲新增海鮮醬、滷水汁等多種調味品，迎合各地消費者唔同口味。李錦記官方文件提到，喺同一時期，李文達5個仔女先後加入公司，引入現代管理同埋技術。李文達同個仔李惠民為咗了解外國嘅生產技術同埋設備，仲專登到咗德國參觀相關嘅廠商，令父子大開眼界。李氏一家多年嘅堅持，令家族事業唔單止成功立足國際市場，仲攀上新嘅高峰，奠定咗李錦記作為全球調味料巨頭嘅地位。但係1987年，李文達嘅細佬提出分家，仲要求清算股權，兩兄弟未能夠達成共識，甚至對簿公堂。李錦記因為咁樣被法庭勒令停業半年，最終李文達以8000萬買翻細佬手中嘅所有股權。喺第2年，佢將醬料總部遷至大埔工廠區。為咗令呢個老字號品牌煥然一新，喺1988年至到1990年，集團更新咗品牌形象，採用現代化嘅設計去適應國際市場嘅需求。李文達掌舵後嘅李錦記經歷咗多次高速成長，粗略估計由1980年代初到中期，全球營業額增長高達15倍，由年營業額只係幾百萬美元，到1994年已經突破1億美元大關。作為李錦記第4代傳人，李文達嘅5個仔女喺集團內分工明確，共同推動家族事業。李文達個仔李惠忠曾經喺香港電台紀錄片《香港故事》中分享，集團為咗確保蠔油品質，對養蠔水域嘅重金屬含量進行嚴格監控，只係會揀優質嘅蠔作為原料。同時，李文達個細仔李惠森喺1991年創辦咗健一小廚，主打健康家常菜，傳承嘅時候有12間分店，之後被飲食集團金百家收購。為咗應對市場需求，李錦記早喺1996年喺廣東江門新會起咗一座面積超過1000萬平方呎嘅大型生產基地，加速中國市場嘅擴張。同時，由於家族分別喺60、70年代經歷2次分家風波，為咗避免未來內部再次分裂影響經營穩定，家族喺2002年採取重要嘅措施，成立家族委員會作為溝通同埋決策嘅平台。據講，家族會議除咗唔可以有負面情緒、一言堂、人身攻擊，家族更加包含咗3不准原則：禁止晚婚、禁止離婚、禁止婚外情。違者將會被逐出委員會，喪失職位，凸顯家族對團結同埋傳承嘅重視。而李錦記除咗成為家傳戶曉嘅品牌，佢嘅影響力亦擴展至國際舞台。李錦記成為咗2008年北京奧運指定餐飲供應企業，又曾經入選上海世博會官方嘅餐飲原輔材料供應企業。喺2年之後，集團仲為神舟9號航天員提供助餐醬料。到咗2019年，第3代傳人李文達登上咗福布斯香港富豪榜，身價大幅升至1342億港幣。不過同年有媒體報道，李錦記集團嘅財富增長並唔係主要嚟自傳統嘅調味品同埋地產業務，而係李錦記家族旗下嘅中國企業無限極。早喺1992年，李文達同時任第一軍醫大學校長趙宏宏簽署合作協議，合資成立南方李錦記，開拓中草藥保健品產業。公司後嚟改名做無限極有限公司，主要以直銷方法運作。根據2018年全球直銷百強企業榜，無限極喺2017年大約有307億港幣營收，超越安利集團，成為中國最大嘅直銷企業。不過呢間公司除咗曾經引發洗腦銷售嘅傳銷手法爭議，更加曾經接連爆出食品安全嘅醜聞。喺2019年1月，陝西一個家長稱3歲嘅女因為長期服用8種無限極嘅產品，出現心肌損害同埋低血糖嘅症狀。喺2日之後，重慶一個市民透露，佢29歲患癲癇症嘅仔喺服用無限極產品8日之後猝死，仲指控推銷員冒充醫生上門銷售。呢啲事件引發公眾強烈嘅反響，甚至連中國政府嘅官方媒體《人民日報》都發文批評無限極公司不能害人無極限，迫使無限極公司改善政策，挽回中國消費者嘅信心。時間到咗2021年7月，帶領李錦記走向輝煌嘅香港富商第3代傳人李文達離世，享年91歲。而李錦記集團執行主席一職就由佢個仔李惠森擔任。而經歷李氏家族4代人營運，李錦記至今仍然保持家族經營模式，未有選擇上市，但就喺華人飲食文化入邊一直保持重要嘅地位。
無論係社區雜貨店、超市嘅貨架，定係飲食文化雜誌，香港或者海外品牌嘅身影都隨處可見。就連國際連鎖飲食集團，例如 Five Guys 同埋壽司郎都同李金記合作，推出限定口味嘅壽司同埋漢堡包。百年老字號李錦記經歷咗風風雨雨之後，多年嚟屹立不倒。李氏家族更加打破咗富不過3代嘅命運，身家極為豐厚。究竟李錦記集團將來會唔會仍然以家族形式管理呢？咁你又有冇食過呢個品牌多花款嘅醬料呢？